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vin。今期同大家介紹嘅呢個單位呢，就位於中山港口啊。呢個89平方3房2廁嘅戶型，先由入門處呢邊俾大家睇睇。入門口呢邊嘅位置嘅話呢，就可以擺一個鞋架喺呢一度嘅。再過翻嚟少少，就係呢個飯廳嘅位置啦。呢邊擺咗一張4人嘅長形餐台喺呢一度啦。入去廚房呢邊，廚房一個 L 字形嘅間隔。啊！呢邊有一個3門嘅雪櫃喺呢一度，抽油煙機、煮食爐、消毒碗櫃已經有配備嘅啦。煮食爐嘅使用痕跡輕度唔算話好明顯。呢邊一個單水槽嘅星盆啦，出面係帶一個生活陽台喺呢度嘅。不過採光嘅話就唔係話咁靚嚇。再出翻去客廳呢邊，客廳開間一樣咧，都係3米半嘅一個開間，係一張長嘅真皮梳化喺度啦，茶几。同一個電視櫃，不過就冇配備到電視喺度嘅。出翻嚟陽台呢一邊啦，陽台呢邊嘅話咧就朝南向嘅，望出去嘅視野都還算 OK 啊。側邊呢邊嘅話咧就冇乜遮擋。咁就再俾大家睇個陽台呢邊嘅一個空間，再去休息區俾大家睇睇。先嚟到咧就係呢個公共衛生間嘅位置啦，呢邊。鏡櫃啊、洗手台、馬桶同埋呢個淋浴區，空間幾大下嘅，係一個名廁嚟嘅。再嚟到呢邊第一個房間，房間嘅話都係朝南向嘅。呢邊擺咗張5尺床喺度啦，隔離有一個衣櫃，單邊落床。再嚟到第二個房間，呢個房間咧就西向嘅。呢個房間就會比較細少少啦，擺咗張4尺床喺呢一度嘅，冇做衣櫃，都係單邊落床。再嚟到就係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呢邊套間嚇，新淨度都 OK 嘅。再嚟到睡眠區呢邊，睡眠區呢邊嘅話咧係一張6尺床嚟嘅，隔離有一個衣櫃嘅話咧係單邊落床。咁似而家呢一個單位嘅話咧，業主放租就係2100一個月嘅。咁如果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嘅話咧，可以 call 我攞更多嘅資料㗎，或者關注我，我會分享更多嘅樓盤資訊俾大家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